这大家平安。即摆开始会当讲圣诞强遐啦吼。毋望即个季节，咱逐个人咧穿衫会当亲像迄个干丈娘娘，亲像 Jeff 伊娜恁遮，咱开始即个季节，家己的衫穿好较鲜艳的，好无？这是圣诞的色调开始甲穿出来，过年的气氛嘛甲穿出来，好有这个。OK， 来，我就去好。今仔日咱进入伫即个大降节第3主日，伫遮伫咧讲着，我甲咱三甲伫咧分享即个题目，伫基督的内面彼此成就，伫基督的内面 in Christ 彼此成就，我成就你，你成就我，咱逐个人来成就。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有真侪期待，拢有真侪想法。伫教会内面，伫家庭内面，伫任何团体，若确实你若会当抱着使命，去做一个位，然后迄个位坐伫遐，你着甲你迄个位的职责、功能、功效、目标甲完成，然后逐个人来帮衬你去完成迄个水的梦。你若毋是坐伫位伫咧因带别人的，然后毋望你会当成做一个真忠实的辅助者，陪伴别人。伫遮我甲咱今仔日甲咱分享几个故事。即个杨恩典你知影吧？蒋经国先生迄个时，抑阁是做行政院长的时，去到伫高雄的乐居，去看到乐居孤儿院有一个囡仔。伊出世就无两只手，敢若两只骹，所以伊就甲迄个囡仔甲抱起来。迄个囡仔后来，伊即摆已经生2个囝，伊变做一个真出名、世界真出名手足，迄个苦足，喙甲骹。画家世界真出名。我去年甲伊，因为甲伊三个斗阵，你看伊坐伫遐，迄个喜乐遐，伊伫咧画，去看了场景，听伊伫遐咧分享伊的人生，然后了，我甲买一幅细白的图，差不多亲像安尼。我想讲应该是无偌济钱，结果我身躯全部总清的。也无够通去付迄幅图。杨恩典，若确实毋是有人甲捡去乐居，若确实毋是乐居的创设者，甲伊号名讲，虽然即个囡仔爸母无爱治甲单调，相信即个互人单调的囡仔，无双手的囡仔，歹饲歹顾歹养成，总是。迄个院长也阁甲伊号名，凭着信心甲伊号名，叫做恩典 Grace。然后伊人生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伊家己本身嘛真拍拼。对于细汉，伊穿衫家己穿，食饭伊家己食，所以伊会当用伊的骹做尖枝，用伊的骹砖头做所有咱的做的代志。你会当知影迄个过程真辛苦。好，到伊人生大汉，遐尼辛苦行出来，然后有一日，甲拄啊有人甲一个查甫囡仔讲话，一讲5点钟，讲到尾来，迄个查甫的降服伊，钦佩伊。即世间竟然有即款的人，5点钟的电话讲了后，讲我有趣味要陪你。迄个陪毋是可怜伊咧陪。是真正羡慕即个查某囡仔，对细汉，互人气煞，到伫孤儿院大汉，竟然即个查某囡仔无双手的，有法度通遐尼认真拍拼。迄个查甫的，伊是一个汽车的技师，伊讲，一世人我欢喜陪伴你，我欢喜成做你的一世人性命的帮衬者。然后因的婚姻
比两只脚、两只手拢好势的，搁较亲密。几礼拜前，我若敢若伫咱即个遮伫咧讲，恁都爱小可体贴遐退休的查甫人敢好。到今仔日即个还阁有人伫咧讲，牧师你迄我拢有听着啊。阮这退休的查甫人真正爱特别爱得到人的小可体贴一下。啊，若无阮里外不是人 ，OK。啊，即个杨恩典，伊即摆两个囝已经真大汉，伊也阁到全世界去伫咧培灵报道，宣扬耶稣基督真正是我性命的救主。OK， 变做一个生命大师、激励大师。我今日伫即个遮咧讲啥？伫基督内面彼此成就，迄是何等虚荣的代志，对毋对？那假使毋是有迄个六句的孤儿院的院长，甲捡起来，即个性命无法当生存到今仔日。若无即个达波的陈信义陪伴伊，伊就无法度通伫即个人生到即句也会当发光，也会当做水的见证。然后因迄个翁仔某的斗阵，佫是真水，真 harmony，live in harmony。彼此成就何等的水！杨恩典完美吗？有太多的欠缺，但是因为听，互伊的欠缺变做另外一个见证。Nick， 迄个查甫的，伊毋但敢若无手，伊阁是无骹，也无手，伊的手是到遮都无去的，啊骹嘛到遮都无去的。无手无骹，要安怎生存落去？感谢主，伊的父母生着即款的囝，伫流目屎了后，因相信上帝，你甲即个性命相属阮，的确有你的旨意，由你互阮有更较大的信心，通好陪即个囡仔行落去。虽然即个囡仔成长的过程，互人笑。互人有真侪同才欺负、误解，总是父母就是安尼用着目屎、甲信仰，直直甲培养。即个囡仔嘛，家己真认真、真拍拼。你看伊也无手也无骹，伊真会游泳。伊个身躯甲无手无骹，你会当看亲像迄个导管，伫迄个水诶，都干那身躯安尼，人伊都直直去啊。伊阁会晓滑雪，阁会晓拍高尔夫，安怎拍？我想恁上网家己去找，拢有网上拢有，只要别人会当创，伊拢会当创。然后伊也家己靠伊家己生存。我一年会当到是全世界偌侪所在，去伫咧甲各种无共款的年龄的人伫遐伫咧做生命的激励。一寡人要自杀。伊甲伊讲，连我即款的人，我都会当活甲真好势。你逐项拢比我较好，你有啥物资格讲你活袂落去？伊到处安尼咧走，到处咧演讲。后来有一个女的嘛，佫出现。伊伫咧演讲场了后，就迄个女的就怎挖伊，然后甲伊开始有一寡交陪，然后即个女的庄严可耐。甲伊结婚，即摆生几个囝？你算看卖啊？生4个囝。无手会当加生2个，无手无骹的生4个。在座的兄弟姊妹，你生几个？你讲？请问你讲？偌侪人伫即个是讲饲袂起，饲袂起。你敢若看到这，因的心内有上帝。因直直生到今仔日，敢有啥物欠缺？无。等下我阁讲另外一寡故事，拢无欠缺，只要你敢生。早前你咧生的时候讲饲袂起，到即句咧，你的财产做甲，你的囝敢开会了？拢开袂了。但是逐个人拢惊，去互家己的狂欢惊死。
然后这拢是世间的声，咱拢听世间的声，赢过听上帝的声。因为真侪时阵，咱倒转来，咱咧讲赢主降生，拢伫咧讲基督是主，基督是主。咱真正有甲耶稣基督、主耶稣基督的话刻伫咱的心吗？天使、天星、天气，尽在个梅花。咱人生都直直行，直直行，爱相信上帝。若无你到真正头前的人生真辛苦，有影逐个人拢真辛苦。但是你互世间带你直直走，你会发觉讲。唔敢饲，唔敢结婚，唔敢生囝，唔敢，逐项拢唔敢的时，到尾啊，你的财产你拢唔知要分互啥人，做甲唔知要分互啥人。因为咱来看这个你看到这个状元，可能你敢若看到这个名，你就知影讲，这是一个日本甲美国生的后一代，这个查某囡仔伫墨西哥出世。今仔日因为伊背那个了后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生哇就怎啊爬起来，全世界开始伫咧捌这个人，伊的故事甲这个人的故事怎啊连结？有甲输吗？无甲输。那伫这个家的进入今仔日的圣经，来帮我一下。OK， 今仔日的圣经，我接续顶礼拜，保罗继续安尼伫咧讲，肢体是做，身躯是一个。骹手身躯的肢体足侪，但是敢若属伫一个身躯。目睭袂当对喙讲我唔免你，头袂当对骹讲我唔免你。那安尼，身躯看做不要紧的，身躯看做软正乱糟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因为今仔日咱咱出代志，拢出伫遮。我咧讲爱体贴阮这退休的大波人伫遮。阮伫外口安尼拍拼一世人，等下退休，等下全拢踮厝内。你要叫阮洗碗，阮洗无一定会洗清气呢。啊，阮若搁要换来洗碗，你唔通讲洗到这什么碗？这一个碗洗袂清气，你都甲阮抢去，迄对阮受伤真重呢。我扫一个涂骹，较扫到壁角你拢无扫，搁互人骂，啊，阮真受伤呢。唔免，你退喺边啊？食到这个月啊，连这也袂晓做 ，No please。阮退休的大部人足辛苦呢，当做一个囡仔，甲阮疼惜咁好。哎哟，虽然这无好，这无要紧，真好，你已经足够啊，你已经足够啊，搁加洗几摆啊，搁加洗就几摆就清气啊。迄扫了无是无要紧，搁加扫几摆就清气啊。阮拢对真清楚开始呢。莫安尼也叫用念，阮煞全毋知要安怎啊！阮阁无爱出咧外口，甲人啉酒泡茶，啊，全拢缩死伫遐。所有的团体人咧参加，所有的团体拢无看到大波人。我定定出咧演讲，啊，咱遮咧大波人才剩一个，剩两个，啊，大波人死诶倒位去。我甲你讲，我看来看去，敢若剩一项，伫厝内头，互查某人念来念去，念甲安尼啊！搁不过甲女的斗阵去参加活动，厝内念无够，都爱搁念的到外口互人斗。所以大部分人就一直退缩。我跟你讲，一直退缩。因为这个才咧讲，你若较勇壮，你去体贴软正的，亲像拄则咱看到迄两个画面。你较勇壮，你有力，你有骹手，你去帮忙迄无骹手的。当你甲帮忙起来，恁这是一个互相成全的快乐，互相成全的喜乐甲见证，敢毋是要讲阿免无？咱就是咧找这个啦，这叫做匹配啦。先啊，查甫都爱找女的，女的有诶都查甫诶无啊，
大部分有诶都愈会无啊，所以需要匹配嘛，彼此成全就虚荣嘛。总是咱伫偌侪团体，甚至偌侪教会，咱定定拢用诶伫咧看袂起，伫咧排斥。啊，只项你熬，其实其他方面你无熬嘛。所以咱需要伫这是圣经诶话，圣经讲颠倒是两正诶，人看做两正咧，搁较是不可少的。熬徛工台，叫你去做一寡只，你迄都毋是你都无爱做咧，啊无爱做，啊有别人去做啊，啊别人伫你熬诶方面伊都袂晓啊，所以伊就是有人去认领遐，所以即个整体圆满。我真骄傲，我真骄傲，我的第二囝罗家，伊是敢若规支的小提琴手，伊是中间的一个，伊即摆伫咧甲人扫便所。我真骄傲，伊暗时3点外就起床，透早3点外起床，伊暗时9点、10点遐都袂当甲吵，伊就爱困。要到40岁的人，伊会当过即款的生活，转来身躯细细，搁去教小提琴。嘿，我太想出遮尔有韧性的囝，比因老爸较厉害。3点我起床，然后伊搁做女性。伫落雪下面，你知影伊小提琴手，搁伫咧举重会当举甲会当做 pro 的人，然后去做女性的时，去揉迄个铁片，人伫咧砍迄个木，砍迄个下校的针，伫揉迄个，迄一几若百磅，伊都伫面顶8点钟。冷甲呢，我顶一厝转来时，就是咧做。即摆伫咧扫便所，扫到个头家毋免甲你看，毋免甲你监督，迄区拢互你，拢冒互你。爸，我即摆趁的哦，袂少呢。即个社会，你讲有一寡头家若看到你，根本就真诶。连讲都无爱甲你讲话，连看都无爱甲你看。有个人会甲你安尼，甲你停落来开讲。讲我伫咧做这，我看见了人甲人迄款的冷暖。因为活出性命的价值，咱要安怎？所以咱的教会、咱的家庭、咱的社会，咱。毋茫，咱逐个人拢伫咧讲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。等我咧讲，我需要你，你已经被邀请了，你已经被肯定了。毋茫，你嘛会当对我讲，你需要我，因为有一寡物件是我有你无的，有一寡物件是你有的我无的，所以伫咱的中间，对不起，伫咱的中间。啊，无你讲这细机啊，无甲剁掉，袂使。有即根做时阵，你都要用即支啦。所以身躯的中间、霸体的中间，多一个机体才是要紧。顶礼拜我伫咧讲，身躯拢他妈的冤家，冤到尾啊，谁最王？头最王，还是心脏最王？到尾啊，倒位最王？尻川最王。我敢若无爱甲你放屁咧，敢若无爱甲你放咧，你著规身躯著软起来啦。谁人较大？袂当看轻任何一个。教会谁人较大？无，咱拢是奴仆，伫上帝面前，咱拢是奴仆。保罗阁继续讲，身躯的肢体，咱看做无体面的、不体面的、无尊贵的，咱都爱加添尊贵甲体面互伊。无水的，咱都爱加甲伊装塌。咱敢毋是安尼？哦，特别一寡负责人，若要出门的时候。会毋通高伤高吼，有当时啊，你迄个有一个你若无化妆的时，人看到你煞袂认的吼。我想，
迄时安怎都要经过化妆，因为咱都无体面的所在，咱就要消化。这就是咱咧饲囝的时，到底较勇的、较敖的，迄个咱顾较侪，用较侪时间，还是较无正样的，较有一寡问题，咱用较侪时间。坦白讲，咱真正拢用较侪时间伫遐靠代志的遐，敢毋是？我想有人停落来，电脑去陪伴遐靠有问题，你若好好啊陪，用听声、用忍耐、用宽容、用期待来陪，这个陪的过程会互你的性命更较尊严，嘛互迄个陪的人，因为你是徛伫尊敬伊、疼惜伊，互伊一寡空间，尊重伊，互伊有一寡 self-esteem。迄个自尊，然后行出来，你也得到阳光，伊嘛得到阳光，伊的性命嘛得到起造。加倍互遐个欠缺，互遐个无体面的加倍。讲出咱的肢体总要彼此相顾，彼此就是互相，彼此就是你对我，我对你，彼此是有来有去，有来有去。迄是一个双向，伫即个才有规张相，咱毋知有住伫中部，恁有知影台中有一个惠民盲校无？青明学校，惠民盲校 ，OK， 迄已经一甲子以上。我伫台湾有几个。差不多有几个团体，我有参加。我是遮个，即摆是遮个理事，也阁有一个是台湾加入联合国，阁是中华迄个台语园区推动台语运动。这拢是你看第二张，惠民盲童医幼院，伫60几年。以前伫台湾开始，盲童对宣教师来开始，然后接伫台湾人的手，然后青面人伫60、70年前，青面人拢互家庭看袂起，若有人要做亲情，要来看亲，厝内拢紧甲青面的迄个青面的家袂使出来哦，袂使出来哦，即阵等下人要来哦，你袂使出来哦。等下去知影讲厝内有一个青面的煞，这个婚事煞袂成。早前遮个青面的有当时也都单调，所以这惠民盲校内面有真侪捡着一寡互人单调的囡仔，等伫市场的囡仔。然后伫这个遮你会当看到遐侪人，拢对捡入来的，就甲伊饲、甲伊教、甲伊教育。学点字，然后即摆佫引进足侪，互因学各种的技巧。伫遮产生真侪音乐家。这市面的以外，有即摆要有真侪多重障碍，伫遮有真侪音乐家。若有机会，恁转去台湾，恁若有当时时间毋知影要创啥，拜托恁去台中、台艺，恁去看惠民盲校一个，恁会当看见。这世间上最笑声、上最笑声、上有礼貌的所在，就是伫遮。青面人，佫有真侪多重障碍，差不多两个工作员才来陪一个囡仔，两个工作员陪，因为24点钟，然后爱交钱无？那早前拢毋免交钱，到即摆家长嘛，足侪拢无交。若有是淡薄仔，然后入来到伫遮，就全互伊食大教育，逐项吃喝拉撒睡拢过遮。家长几乎若过去50年拢无收，是到即摆最少会收一寡，完全无够用。做时，我甲恁讲，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社会的一个单位。因为你竟然有一个单位会甲真侪家庭无法度通好负担，你知影这若有一个青面囡仔伫厝内，
爸母就几乎无法度去上班，厝内真侪结构工作的结构都变起啊。所以这拢甲因扣来，恁拢来，恁拢来，恁拢来，恁毋免烦恼。恁有偌济钱，恁就交偌济，若无嘛无要紧。OK， 咱直直饲要饲到当时，咱伫即个遮有幼儿园、有盲校，都有教养院。阮即马要去养老院，就是要有遮个人对伊入来，然后直直甲因饲，直直甲因饲，直直甲因陪到因8岁年老，排送掉。墓地啊，差不多拢准备好。因为咱需要，这个社会需要有人去关心这个。来，最近阮拄到一个足大的难题，阮请来的学校的校长，当时的互伊任何的命令，伊拢拒绝执行。然后伊佫对我直直控诉董事会这违法，董事会迄违法。啊，阮都甲伊讲，即个律师啊讲无问题，迄个律师啊讲无问题。啊，这对咱几若10年来，咱内面的运作都拢是安尼照传统。啊，律师啊拢看过，会计师、什么师，逐项咱逐年嘛拢交政府拢切的。即个校长。入来时写啊真好听，即摆佫摕伊来应聘的，互伊看，就然后对我直直过。最近阮董事会啥，佫较安怎艰苦，甲辞掉。因为咱即摆咧讲着啥？讲着边仔伫一个机体的内面，咱也无法度通真 smooth。伫共一个神、共一个主、共一个信用原则，都乱起啊啦！一切都直直乱起啊啦！因为日子都爱好好啊过，倒位无好势，倒位有黑暗，咱望耶稣讲，恁就是光；倒位无好势，咱望咱正做迄个光来照亮；倒位无好势，因为我若有迄个财情，我有迄个时间，我都搬出来。逐个人敢是爱奉献嘛？奉献我的时间，奉献我的金钱，奉献我的财情，奉献逐个人摕出淡薄来，然后这个体，这个无完整的体，就直直水起来。要讲阿门无？我想这是信仰的原则嘛，这是信仰的原则。一世人，无论我到倒位，我拢禁止人讲后壁话，我拢禁止人伫咧讲我的长老偌歹，我的长老安怎 ？No， 有资格你来做长老，然后你甲做好。你若感觉这样代志，你做了无？啊无你来，啊你就怎固守掉咧？安尼咱当建立一个真水怎安尼直直水起来，直直水，那安尼，逐个人拢是受欢迎的，每一个人拢受欢迎的。咱望咱的体就是这款的体，那这是圣经。是啦，一个身躯有足侪机体，机体毋是分离的，机体毋是大细机的机体，是三角补足。对无好势的所在，咱就是伫即个遮互相伫咧成全。一体受苦，百体当受苦；一体阳光，百体当快乐。这是一体性，拢是一体。所以迄个。若要做领导者的，你得有迄个一体感。要做领导者，你咧固守的是整个的体。爸爸妈妈咧固守的是整个的家庭。建筑师咧固守的是整个的建筑的稳固。迄个整体也有人去顾，但是这门窗、什么地板，当时也有其他的人三角来走脚听，逐项拢爱有专业伫遐。啊，有人伫遐固守 ，OK， 伫即个叫另外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姊妹，我拄过倒转去的时，拄着伊伫台湾受教育，后来去拄着一个人，伊爱去缅甸宣教，啊，就去缅甸，然后去拄着一个华侨好野华侨，结婚生囝，后来伫遐发觉伊有癌，着癌。25年前着癌，啊，迄个时的癌就已经真厉害。
然后为着安尼，先生就因为迄边遐个企业真大，啊，先生甲伊就怎啊，就开开啊，伊就转来带囝转来台湾，无拍算一个癌到两个癌到三个癌到四个癌，25年后，阮还阁甲伊举行300个生前告别礼拜。恁捌听到人生前告别礼拜参加做300无？就是身躯有4个癌，医生拢甲伊判定剩偌久啦？偌久过啊？因为剩偌久啦，所以伊就爱举行，伊无爱死了人再来参加伊的告别礼拜，伊就先举行一个，了，佫未死，佫死袂去，佫经过1年、2年，医生佫讲剩偌久啦？去年迄个今年年初，我来到4月嘛，3月伊佫甲我通知，伊直指定伊的告别礼拜是我爱甲创，因为我转去的时，我去伫中华永和教会做牧师的时，伊伫外口，也佫伫咧做传道，直袂好势，伊真爱传福音，真爱开拓教会，但是伊直拢创袂好势。我就甲伊讲，姊妹啊，拜托，咱教会人数拄直起来，你转来做教育，你三甲来配合，伊直无。到最后真正即个癌然后好，伊就怎放弃，有倒转来三甲做同工，然后阮伫遐做小组，小组带了有够水，小组固守足侪人，小组的内面有太侪迷信者，要退休的已经迄个自闭，一寡遮个问题一大堆，忧郁症的、离婚的，然后迄个失落伴的，规个生活变形的，拢捡来，伊甲另外一个伫惠民盲校做19年的一个姊妹，我请因三甲配合，即马到即几也佫做足水的工。今年的3月，我接到的消息，牧师医生出讲，伫10天的内面，4命结10天。所以若安尼，伊拜托我甲举行告别式，我4月婚姻记早就转去啊，安尼我就无法度啊，所以因就伫遐，佫办一个第3摆的迄个生前告别礼拜。我就因为医生都剩几工尔，所以佫化工要佫办第3摆，都佫教会内面佫100-200个佫我来。我4月转去，伊也毋死啦。到6、7月，最后，一场真水的、真温馨的告别。只要伊有法度通传开，伊安尼规礼拜养精蓄锐，就是去教一个迄个生命小组的课程，还是去教双联团契的一个课程，教了转去，就搁踮遐养精蓄锐，准备，然后就为着迄个1点钟，就搁出去。因为伊活甲互人足感动，然后有足侪社经地位各方面真才情的人，到伊老化，到伊破病，到伊过身，这段时间真孤单，无人通好来。伊毋是，伊虽然有4个癌，伊的查某囝也搁伫咧做航空公司的小姐，伊的囝也搁伫迄个越南伫咧做厂长，伊的另外一个查某囝也搁伫咧继续上班，身边拢无人，什么人？拢是遮个教会团契的人，甲伊咧互动。伊搁较安全，伊活较真强，逐个人煞毋甘伊，所以说逐个人派时间去啊，逐日有人伫遐。迄个就是伊听人，伊伫咧栽培人，伊伫咧鼓励人，伊伫咧成就别人，别人伫咧成就伊。你咧听着伫遐即个故事，所以中基派人拢他妈直伫咧甲即个性命伫咧做追踪，伫咧拍一个 video。哎呀，亲爱的朋友，兄弟，
今仔日是喜乐，我想咱也阁活着，咱身躯逐项拢臃肿，咱望咱每一个人真正会当互相成就。你成就我，我成就你。你也阁有足侪时间，毋通干那徛伫厝内，对上帝交代袂过。咱有足侪个所在，真正需要人。咱有足侪会友需要人关心，拍一个电话。我毋知若会当无，毋是干那我伫遮咧讲道，是讲咱每一个礼拜日有当时啊，即款的礼拜的 video， 咱迄个 YouTube， 若会当送互咱的会友，送互咱的会友，互咱无法度通哦来做礼拜，年老的伫厝内，因会当，咱有群组。我迄个年初转来，我有伫咱的群组，我离开了，我就退掉。啊，所以咱 BDPC 有咱家己的群组，若会当咱即个就甲逐礼拜的就甲搭伫遐，然后有遐因就家己会当看。通过安尼，因甲上帝的灵相交，会当甲咱的兄弟相交。我想，敢毋是咱真正咱逐个人想看卖，会当创啥？你的爱弟的契入来，这个教会继续温暖，继续温暖。上帝伫教会所设立的使徒、先知、教师、行神迹的、医病的、帮助人的、治理教会公务员，敢会当总是共款吗？无。31、19，恁都爱切求迄个更较大的恩赐。哥林多前书12章伫咧讲到恩赐。讲到圣神的恩赐，14章嘛咧讲到圣神的恩赐。后礼拜咱13章，咱要讲看更较大的恩赐是啥物？主要是耶稣基督降生，愿上帝的神真正踮伫咱，互咱真正会当来陪伴咱家己。咱要按怎样献什么互主啊？东方三的朴素黄金、乳香、物料，咱会当献咱本身。咱也阁有真侪物件会当为主来做，会当为主来献，会当为着台湾人。台湾人需要疼惜，台湾人无遐尼衰，互人笑一世人，笑几啊代。台湾伫咧互人配烂啼笑的中间，今仔台湾已经变做上帝已经高升伊，互伊变做世界的一个珍珠。即马也阁当伫咧混乱的中间，咱敢会当做出来互人看，看讲遮台湾人真正是不一样，因为信仰，因为吟诗，因为唱歌，因为互相关心，因为互相帮忙，别人伫咧放石敲沙安怎？放石敲沙安怎？袂做对，咱拢讲几若代啊，咱讲几世人。但是啥物人做看卖咧？放石敲沙当时会教我来咧讲，你甲我讲，放石敲沙会念斗阵吗？迄是无下逻辑的一句话，敢毋是？在阿门陀敲沙毋知会斗阵，放石敲沙会斗阵吗？所以咱常常拢倒人安尼伫咧讲，然后别人讲一个，然后咱家己捡来讲，啊，则家己咧屁想咱家己。喏，放石敲沙真正袂斗阵，因为无下力。但是咱是水泥，我们是爱的水泥。只要有疼，咱就会当甲规个拢结完。愿主的神踮伫咱的中间。主愿伫你的面前。用欢喜、懊恼、甲感谢，我来等待耶稣再来。耶稣再来，救阮脱离苦难，保照阮的软正软弱，叫醒阮的罪性，甲破裂。医治阮，互阮会当对破裂的中间变做完整；对黑暗的中间惊吓，论断的中间，阮做彼此相听。毋是干那顾家己即个机体。阮是咧顾整体，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圣会，这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灵魂。愿阮甲阮的家庭，刻伫阮的祈祷的中间，
当阮有一日去到伫主耶稣基督的宝座前，毋但阮会当得到你的呵乐，是阮规个家庭甲阮的子孙拢会当徛伫你的面前。祈祷感谢，靠主的名。